大家好啊，估下我今日返工前喺茶記排隊買菠蘿油，排咗幾耐？半個鐘。後面阿叔一路催，後生仔唔好慢慢吞吞啦，我要返寫字樓打卡㗎。我轉頭想同佢理論，佢又補一句：而家啲茶記越開越少，想吃返個正宗嘅都要爭，你仲唔快啲？講到呢度，我就任香港好多事都係咁睇似芝麻綠豆大，背後一大堆是是非非。今日就同大家慢慢傾。首先要講嘅，肯定係最近搞到成個港都議論紛紛嘅茶餐廳興衰問題。前排榮華茶餐廳拉閘，海皇粥店最後一間分店都執咗，好多人話港味消失，又有人話執得好，早該淘汰。呢個是非就大咗。有次我喺美都餐室聽見兩個阿婆爭到面紅耳熱，一個話以前嘅茶記絲襪奶茶要拉足6次，菠蘿油外皮脆到咬落有聲，而家啲連鎖鋪全部預製菜，飲落仲難飲過罐頭奶茶。另一個阿婆就反駁：你唔好講舊時啦，而家鋪租咁貴，尖沙咀個鋪位月租25萬，老闆每日睜眼就欠8000幾，唔用預製菜點生存啊？我夾喺中間，啖奶茶飲落都變咗5味雜陳。講到茶餐廳，就不得不提個千古難題，究竟係港式服務有個性，還是港式傲慢？前幾日有個深圳朋友過嚟，我帶佢去銅鑼灣一間老字號，坐低未夠3分鐘，阿姐就拋個 menu 過嚟，點快點啊！後面仲有客人等緊，我朋友嚇到唔敢出聲，細聲問我，佢係咪唔中意大陸人啊？我連忙解釋，唔係㗎，佢對本地人都係咁樣。結果轉頭阿姐過嚟，見我朋友想數碼支付，又話現金或者八達通啊，唔使手機支付。我朋友當場石化，事後同我講，寧願多花30蚊去深圳飲喜茶，至少服務員會笑住同我講謝謝。但係轉頭又有老香港同我講，呢啲先係茶餐廳嘅靈魂啊！你去陸羽茶室，師傅仲會教你點沖茶添。但係茶記就係街坊食堂，大家返工趕時間，邊有閒情逸致講禮貌？我又覺得有道理。上次我返工遲到，衝去茶記買早餐，阿姐睇我喘到咳，默默多俾咗我包熱奶茶，仲話快啲啦，唔好俾老闆鬧。你話呢啲是非，邊個對邊個錯？可能就係香港嘅人情味夾雜喺呢啲唔多友善嘅表面入面，要慢慢品先品得出。講完食就到香港人最痛嘅點樓。最近有個調查話，香港樓價全球第4貴，但係好多年輕人話租房比買房幸福。呢個是非簡直可以開幾10場辯論會。我有個程序員朋友阿傑，月薪2萬5，喺銅鑼灣返工。佢話旁邊嘅樓盤每平米20萬，買個30平米嘅單位，首付要近1000萬。我唔食唔飲做足40年先夠，到時都成個老人啦，買嚟做咩？佢而家喺油麻地租咗個20平米嘅房，月租1萬8，雖然細，但係佢話至少我可以用剩低嘅錢去旅行。上個月先去完冰島睇極光。買樓嘅人可能一世都冇呢個機會，但係我阿爸就唔同意。佢話租樓始終係別人嘅地方，房東隨時可以加租或者趕你走，有層樓先有安全感。佢當年為咗買個40平米嘅單位，省約儉用10年，每日午餐都係叉燒飯酒汁，話可以多慳2蚊。前幾日佢同我去飲茶，見到隔離着個後生仔同阿媽爭買房嘅事，後生仔話我唔想為咗層樓失去晒人生樂趣，阿媽就哭住話我唔係要你一世為樓活，係怕你老咗冇地方住。全場都靜咗，我同阿爸都唔出聲。呢種是非根本冇標準答案，而且家下租房嘅年輕人玩法都好新潮。我認識個設計師 Lina， 每年換1次租房，今個月住港島，下個月住九龍。佢話我換工作唔使考慮地點，中意邊度就住邊度。買樓嘅人有呢種自由嗎？佢仲喺租房度自己拆牆，裝智能家居，花咗唔到10萬，整到成個網紅打卡點咁。但係我另一個朋友 Mike 就話佢哋太理想化啦。我阿媽嘅朋友做咗同一層樓30年，房東今年突然加租5成，佢哋兩公婆冇辦法，只能搬去深港交界嘅鐘錶房，朝早過深圳返工，夜晚返香港休息，辛苦到不得了。除咗樓同食，最近最熱門嘅是非就係立法會選舉。前幾日我喺深水埗見到有人擺街站，有個24歲嘅女仔邱海琳，係青年大使，佢同路過嘅人講，投票係公民責任，希望大家選啲關注青年發展嘅議員。但係旁邊有個後生仔就話，選咗又有咩用？樓價一樣貴，工作一樣難找，投票都係浪費時間。兩個人爭咗幾句，最後邱海琳遞咗杯水俾個後生仔，話就算你唔認同，但至少要表達自己嘅意見，唔好放棄發聲嘅機會。我覺得呢個場景好有香港特色，大家可以有不同嘅意見，但係都會保持基本嘅尊重。我阿媽話佢年輕時街坊鄰里都會為咗公共屋嘅政策爭到面紅耳熱，
但係爭完之後，轉頭就會互相借醬油。而家好多年輕人話投票唔重要，但係又會喺網上為咗民生議題炒到不可開交。其實大家都係關心香港，只不過表達嘅方式唔一樣。就像我朋友李佩賢做青少年教育工作嘅，佢話佢投票最關注青年精神健康同長者福祉。我見到好多年輕人壓力大，好多長者好孤獨，希望議員可以真正幫到佢哋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問，香港咁多是非，唔覺得好煩嗎？但係我覺得正正係呢啲是非，先至證明香港人仲好關心呢個地方。就像茶餐廳嘅阿姐，雖然態度唔好，但係會記住你嘅口味。就像年輕人雖然唔想買樓，但係會努力將租房佈置成自己喜歡嘅樣子。就像大家雖然對選舉有不同嘅看法，但係都希望香港可以更好。前幾日我喺維港邊散步，見到個策劃師 Kenny 喺24樓嘅出租屋陽台畫稿，窗外係維港嘅霓虹。佢話：我冇樓，但係我有靈感；我冇太多錢，但係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嘅事。我突然覺得香港嘅是非，從來都唔係要分邊個對邊個錯，而係大家都想喺呢個地方找到屬於自己嘅幸福。就像我今日開頭嘅菠蘿油，有人覺得要剛出爐嘅先好食，有人覺得凍咗先有風味，有人覺得茶餐廳應該堅守傳統，有人覺得要與時俱進。其實冇所謂對錯，只要係適合自己嘅，就係最好嘅。香港就係咁樣一個地方，充滿咗矛盾同是非，但係也充滿咗人情味同希望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下次喺茶記遇到阿姐催你點餐，唔好覺得佢兇，可能佢只是想幫你趕返工。下次聽到有人爭論買房還是租房，唔好急住反駁，可能佢哋都有自己嘅難處。下次有人同你講投票嘅重要性，就算你唔認同，都可以聽下佢嘅意見，因為呢啲看似瑣碎嘅是非，正係構成香港嘅一部分。希望我哋可以喺呢堆是非裏面多啲包容，多啲理解。就像菠蘿油配奶茶，雖然一個甜一個鹹，但係搭配起身就係最好味嘅。香港嘅美好就在於呢啲不同嘅聲音，最後可以匯聚成一股力量，讓呢個城市越來越好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大家記得返屋企之前買個熱辣辣嘅菠蘿油啊！多謝大家。